度有劈牛肉嘅。好，跟住咧又抿落去，係咪？揸住，呢隻手揸住。一劈牛，如果太多就咁樣抿咗佢，再搽其他地方，唔夠就再上面鋪上去啦。唔夠就再抿多一劈牛油啦。跟住咧，呢度咧可以搽，唔夠再多少少。跟住咧，有隻昆蟲飛咗嚟。喺邊啊？對啊，昆蟲有昆蟲喺邊度？唔見啦，你哋喺把刀上面啊，喺邊啊？飛走佢。哦。OK， 完成，得啦。仲有少少未搽完。OK 啦，你話完成啦。大家拜拜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啦。仲有其他影片，好多其他影片睇㗎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